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这位在哩和中嘉台地方新闻。随着人口老化增加，心脏瓣膜的钙化或者是早年进行，拢是造成急性症主要原因。过去传统治疗就是开刀，不过现在考虑年岁愈大，手术的风险嘛愈大，所以现代病院以新德讲的微创手术，目前已经成功完成2例，不但空喙小，而且病人恢复状况嘛真紧。现代病院是南部国立大学医学中心，除了附有支援南部各医疗院所，同时也负起照顾南部病患的责任。过去，这种透过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拢爱送北部治疗。现在，现代病院透过跨科团队，整合心脏内科、外科、麻醉科、甲放射诊断等，日前完成2例90岁老大人。利用导管做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上午包括现代病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心脏内科、外科主任、甲2名患者以及家属，拢出席见证这项成果。现代病院心脏内科医师李正汉表示，过去传统开心脏做瓣膜置换手术，因为空喙大，加上老大人并发症济，死亡率高。现在透过导管手术，不但空喙小、复原紧，对老大人来讲是一大福音。通常如果以前遇到这种比较狭窄的瓣膜疾病的时候，通常都是需要开胸来置换瓣膜。但是有一些患者他有比较多的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身体没办法承受开刀时间的冗长，还有开刀麻醉剂的使用。还有开刀之后伤口的复原，所以必须相对来使用这一种比较侵入性比较小，然后伤口比较小的置换的技术这样。看到认为患者由原本的心脏无力，手术了后不但恢复健康，连讲话也拢真有精神。但是因为这项手术目前健保也无给付。详细状况也是需要先经过医师评估，才会当做进一步的治疗。台联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正通罗里门新目标在和上午举办平安米的观景仪式，由社会局代表受证，将白米甲豆油交予每一个区公所，搁再转发予每一个给收入户，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将爱心传播出去。罗里门新目标发扬妈祖慈悲救苦的精神，发起爱心灵官平安米救济，今年已经是第7档举办。12号上午，伫庙埕进行平安米观景仪式，关注专区给收入户，每户5公斤的白米1包，2罐豆油，专区总共有10091户的给收入户受惠。咱这套罗里门新目标，咱一年一度。发白米，互咱家收入户活动，拄啊是因为咱是4年前，4年前开始来有这个想法，开始来发放着咱这个白米甲这个豆油啦。起先呢，咱是先按咱安南区的家收入户开始来发。4年前，咱安南区拄啊有1200几户的家收入户，发放到即马，按咱大台南地区有37个行政区啦，37个行政区，今年拄啊有10091户啦，正当呢有10020外户，安尼呢今年减百几户，代表咱的市政有起来上进啦，咱的市政，咱的大市长领导了真好。观景的白米全部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代表接收，社会局将白米、豆油转交予各区公所，搁再发送到各区家收入户，予爱心传出去。社会局主秘刘启崇
甲立法委员陈廷辉嘛到现场感谢圣母庙管平安米的善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照顾社会上更加侪弱势族群。互咱国家圣母庙遮尔好的善事，会当互更较侪民间团体、更较侪朋友会当知影，口语言语，互更较侪民间团体甲市民共同来推动。每一档拢针对着咱全部台南37区的遮个低收入户，大家做伙回应除了用平安米以外，嘛是相对着将咱圣母的祈福传达给伊。伫县市合并之后，圣母庙嘛扩大制作的范围，到大台南市37个行政区。今年总共募得246万的善款，补助款项不足的部分由圣母庙专业支出，希望透过人权平安米的善举，减轻低收入户生活上的经济压力，为弱势团体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文书工作者表示，目前美军留伫台南上届平衡的建筑，应该算是伫台南基地基层堡垒，其他差不多拢消失。不过，为了弥补这段历史的记忆，嘛，互台湾历史会当完整，有研究协会伫议员李文杰协助5档内开了8万来收集文物资料。为了找出40-50年前美军伫台南的这段历史记忆，有文书工作者5档前特别投入相关老相片甲文物的收集，并且一步一步考证，甚至将地图改编。出钱出来，就是希望互台湾史会当完整。上午伫议员李文静的专业协助，该会嘛呈现包括军官俱乐部的菜单，以及美军当时伫台南生活、伫台南基地内点点滴滴。其实每一项拢甲台南发展有密切相关。所谓的民国34年以后，那美军其实就进入慢慢，尤其民国37年爱国妇人会馆，丽丽宾果室隔壁，其实美国大使馆就进入，然后变成美国新闻处，代号叫 USIS。料开始到民国40年1950，其实美军就来到台湾，来到台南。当然，台南的位置之重要，它甚至是全台湾 No.1，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非常注重，而且很想投入，因为作为台南人，尤其这一块空白的，我们定位为战后70年台南空白的历史，然后美军在台湾在台南的26年是消失了。美军安尼伫台湾的这款的一个文化台湾的这个受到美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因为美军伫台湾的这段这个历史，所以呢咱希望讲这个政府咱有看到讲做其他的真侪遮一寡文化的遮迄个保存啥货，但是呢，独独留过即个美军呢美国呢伫台湾的这段时间的即个历史的文化，这个我是感觉讲相当可惜啦。当中文化局主任秘书看到遮尔侪难得的资料，嘛相当有感触。虽然侪建物都已经消失，不过希望对找找记录，将这段历史沿讲的先保留，同时调向观众来努力。我自己的姑丈也是亚航的，所以刚刚在讲这一块的时候，我在小时候也曾经看过有很多 CAT 的零件出现在我姑丈的家里面，就是说坏掉的零件，他就可能就带回这样的，可能做一点手工或者什么东西。但这个部分在我的小时候的生活记忆里面也有这一块。我想这个跟台南这边的一个整个都市发展或者整个经济发展，其实都有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文化局愿意在相关的一个资源可以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我们跟相关的一个文史团体，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口述历史的调查，或者是某些比如说要展示馆这样子一个设立，这个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计划。同时，研究协会嘛认为亚洲航空的重要性未输200岁，所以嘛希望借此为因来发声，还原消失的这段历史记忆。电视新闻军及何小邦采访报道。长期对汽车影响提供资讯整合甲技术交流的台湾汽车影响技术发展协会，15号、16号2天就伫台南举办台湾杯汽车影响接应赛，到时总共来自全台80多支队伍参加，嘛欢迎兴趣民众到场参观。
由台湾汽车影响技术发展协会主办2016台湾杯汽车影响精英赛，15、16号2天将伫台南安业桥停车场举办。今年总共80多组参赛，欢迎民众做伙参观。我们台南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知名的观光景点。那借由这个活动比赛，也可以借此推广我们台南市的观光，这是其一哈。那其二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汽车享界的活动能够被大家看到，因为呢，这个汽车享界的活动呢，一年虽然一次，但是是全省的做这个巡回，轮流这个办理。那鄙人呢，我本人呢是接任这次的理事长，那我是台南人，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是在台南做这个曝光。那希望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爱好汽车音响的朋友，或者你想要了解汽车音响产业的朋友，你都可以在利用这个机会到我们这个15号、16号，10月15号、16号这个活动呢，来多做这个了解以及参观。在上午的活动记者会当中，议员刘美琪也特别邀请经发局共同协办，因为活动属于全国性，一方面除了带动观光，另外也当吸引汽车影响的爱好者聚集，提供资讯交流平台。今年较特别的，也有现场安装组，结合现在流行的三 C 产品，甲汽车影响做结合。而且报名人数，年纪上介轻的选手，也有未满20岁，为实作当中学习一技之长，提供进入一场的考验。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台北为回馈附近的邻里，对今年初开始，青年社区进行健康营造，选择甲花兴里以及东兴里合作，积极来推动慢性病防治以及营业安全，一旦看出不到一档，就已经呈现成果。新台北医经营社区健康营造，导入跨科整合方式，一档来分别伫北区、花兴里甲东兴里举办了未少宣传活动。为解分、用药的安全、甲慢性病防治等等，一档来成果袂歹，上午举办成果发表会。成大医院投入北区华新里跟东兴里的社区营造，是基于回馈邻近的社区跟社会责任。那我们会以跨团队永续经营的方式持续经营。那在这边也谢谢这两里的里长跟居民的配合。我们希望透过健康促进，让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可以居民健康的老化、活跃老化，而且也健康生活的目标朝进。活动当中，除了卫教宣导，另外主办单位佮结合现主时流行的宝可梦游戏，用玩游会创意闯关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带动老大人的活力，另外也当为游戏当中更加认识卫教宣导，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庆祝59年台湾大运动百会推出这个优惠好康，希望让消费者买到便宜嘛抢占百会周年庆的旺季。
台南远东百货公司欢庆50周年，周年庆推出各项促销活动，除了化妆品、内衫、困衫有拍折的优惠，东港消费满额，也有机会抽价值90万的汽车，这好康放出来，就是要抢攻周年庆的人潮。我们的时间是从10月13一直到10月21，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推出了台南市第一次的全馆累积5000送600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破天荒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在化妆品内睡衣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推出了2000送200的活动。那在首6日呢，针对化妆品跟内睡衣，我们更推出了单笔的8000多送200的活动，整活动是非常优惠了。除此之外呢，今年最特别的部分，我们跟纳智捷汽车特别合作了一个赠送汽车的活动，只要在单馆内消费满2000元以上，就会获得一组号码。那这组号码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纳智捷Lashun的一个CEO 顶级汽车的一个抽奖活动。周年庆10月13号正式开跑，为期20天的促销活动，欢迎民众趁即马前来选买周年庆当期所推出限时优惠好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岸边有一场金小姐加装的服装展览，相当特别，就来串联在地文化加生活产业，来创造美学的生活风格，嘛互岸边的老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伫咧安平的平房宅地小小的空间内，即马当举办一场串联在地服装产业的艺术展览。这一丝一丝结合中美牌制服布料甲闽南蕾丝的美丽服装，讲出安平金小姐伫咧新的故事当中，对6岁到66岁造型甲心境，用老故事开创新的行销方式。我们这次的策展呢，主要是结合台南的传统产业，然后我们以提案的方式，然后做商业媒介，然后跟当地2位著名的设计师做开发结合。那这次提案的设计师呢，他本身是中美制服的第3代。那我们这次的策展的设定主题原本是跟明尼蕾丝做结合。那因为提案者他们本身做制服，然后那时候我们跟学校的老师呢就讨论说，是不是要将制服所用的格子布蕾丝跟明尼蕾丝所用的一些布料做产品的结合。那我们一致认同是觉得这样的创意其实也符合我们本次的主题，所以我们本次的主题呢就结合台南2大传统产业，然后做商品开发。那开发呢的商品呈现呢，就如同我们所看到现场这些服装啊，还有配件，然后包括装置艺术的部分，那这些都是我们这次2大产业所开发出来的商品。中美牌制服布料加上闽南蕾丝，一款脱离一般做法的结合，也创造出新的时尚风格，吸引在场侪女性朋友的注意。透过一寡美丽的衫，金小姐也脱离了传统悲苦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创意想法？主要是因为我们家是做制服的，然后我一直以来就觉得其实这个布很漂亮，很想要让它应用在制服以外的一些时装上。然后正好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就是平方宅邸的这个比赛，然后它比赛又很好，就是你只要发想出来，它会辅导你把成品做出来，所以就很开心。那因为这个比赛的题目是金小姐的嫁妆，我之前是安平的鉴识保育员，所以我对金小姐故事很熟悉。那金小姐故事通常都比较悲情，所以我们在设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想要赋予金小姐不一样的一个人生观跟态度，她不一定要局限在爱情跟婚姻里面，所以我们就想她6个时期的6套衣服，然后去呈现她每个时期的心态，然后就结合了闽南蕾丝跟就是学生制服的布料，把它想出来这样子。这场展览采预约的制度，想要参观的民众必须爱事先预定，登记到11月份。12月份将会刷到林百货进行展览，即马也当积极媒合，希望未来一寡美丽衫会当实际穿伫消费者的身上。咱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伫台南提供舞蹈艺术已经10几档的玲珑舞蹈团，一直以来拢坚持更加困难，嘛爱有年度演出。你今年所推出的4年嘛这出戏，都有国内外优秀的编舞者共同创作。各种舞者为了符合主题，也需要目睭客客，同时运用互动的科技，相当精彩。并邀请民众10月2日、2、3 2天前来看戏。玲珑舞蹈团拄是台南在地结出的舞蹈团队，成立10几档来，共有17摆国外巡演的记录。
今年一年一度的创作以4年嘛作为灵感，加入主要意象，同时用力科技和现场更加逼真，都要对演员有真大的挑战，嘛加了解观众的互动。它会有一个互动，因为它不只是影像，而是当我们的舞者到这个水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它是水花是会开的，对。然后呢，走到另外一个角落的时候，它的水花也是会开的。可是呢，每个水花下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视野。然后到背面的时候，它有些天幕会有，就像我们我希望它呈现是永宁江那跨瀑布的那一种大瀑布的样子。可是呢，我想，就是尽量去做它。可是呢，会有临场感，舞者就要去 touch 到那个水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水这样子做，就好像我们在淋雨一样。对，就是为了那个效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跟资源投入在这边。同时，今年创作嘛邀请日本剧场专属舞团的第一位台湾舞者简艺林，以地尾头人作为题材，相当有特色。该剧在月22号到23号，总共有3场，伫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场要来演出，邀请民众踊跃购票入场。但新闻官及何超邦采访报道。接受国内外艺术潮流的冲击，对成立甲发展全国优惠协会已经迈入40周年。今年较特别的是，该会首次将会员认证对台北刷到台南，同时伫企业热情的赞助，嘛祭出100万的比赛奖金，要来吸引更较侪介意优惠创作者投入，然后资深的委会为了新生的力量再创高峰。全国优惠协会过去一直拢伫台北办年度典礼，不过今年成立40周年，伫常务理事陈辉东老师早总安排，甲文化中心的合作，第一摆刷到台南举办。虽然会中展出拢是单一优惠媒材，不过因为入会限制严格，加上该会规模甲历史悠久，所以作品的级数拢真高，要民众大开眼界。那对油画学会来讲，40周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那这个里程碑其实我们继承了我们这个前辈的艺术家他们所耕耘下来的这个成果。那自从我接任理事长以来，今年是进入了第3年，我一直想拓展这个油画学会的一个成员的整个年轻化之外，还要把成员的作品能够题材多样化，这样呢多元化的这种态势，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艺术界来讲，这种当代艺术，要能够跟他们来接轨。同时，除了100多件会员认定的作品以外，嘛对外开放举办竞竞比赛，并且筹募100万的赞助奖金，希望请优秀年轻的创作者拢投入创作，嘛互展览更到看头，再创高峰。我们透过今年的中国信托银行的一个赞助，我们会提供金银铜的高额的奖金，有20万、15万到10万，还有一些优选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奖金的一个鼓励，所以有很多个大概的甚至于有些大学美术科系的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都踊跃的参加今年的第一件，将近200件。所以在200件里面呢，我们总共呢大概选了40件的入选的作品。该展览10月15号就将正式开展，预计嘛将吸引济内行的收藏家前来巡报。但新闻官及何超邦采访报道。过去因为骨折或者是手术造成疤痕带着神经，经过几个复健痛痛拢无得改善，传统的处理就是割开刀。不过现在基美下中心透过超音波引导做神经的解套注射，不但改善痛痛，同时嘛当改善患者无力的镜头。单身是因为巩固骨质。伫一冬后，髁关顶出现桡神经损伤，造成手腕无力垂垂，压袂起来。经过基美医学中心，
利用超音波导引做神经解脱注射治疗，半年后都有明显的改善。在今年的2月12号的时候做拔钉的手术，那拔钉完之后手完全就是变成这样垂腕的动作。那经过几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骨科医师叫我做那个手部支架，做完之后我就想说顺便到复健科那边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那个治疗。那在经过几次复健都完全没有任何效果。那刚好有一次刚好人家回的诊，那我们他就帮我先做那个超音波导引注射。然后再经过肌电测试几次之后，慢慢的恢复到目前的现在的状况。根据基美医学中心复健部医师苏仲瑞表示，如果神经被疤痕逮到，造成痛痛，传统的处理就是做疤痕复健按摩，做神经的滑动运动。但是如果复健拢无改善，就要开刀。但是即马透过超音波导引、神经解脱注射，得当改善这种症状。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利用这个超音波的一个技术呢，来看到神经被卡住的地方，然后把5% 的葡萄糖水打在神经的周遭的位置，然后帮它做一个等于是把神经本来被掐住的地方，帮它做一个解套，就是把它解除它被掐住的一个位置，这样子。亲像单线是这种利用葡萄糖液注射，将脑神经甲周边的疤痕做分离，不但改善痛痛，现在手腕也会当渐渐弯翘，因为葡萄糖液会渐渐被人体吸收，而且这种治疗目前健保并无给付，所以治疗方式甲次数也是需要医师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西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2度到31度，地热土，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在为12号的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